大家好啊！我哋開始一個新嘅系列，今次我哋會睇腓立比書，咁睇保羅嘅書信啦。咁今次會係第一課，唔會太長嘅啫，因為腓立比書本身都好短嘅。咁呢一課個題目呢，我就改咗與保羅初遇嘅回憶。嗱，當然啦，現代讀者對呢個題目呢，可能呢就唔係好明講乜嘢啦。但係你見到呢，我去設立呢個題目嘅時候呢，係與保羅初遇。咁當然唔係講緊我哋咯，我哋冇見過保羅嘛，而係收信嘅人與保羅初遇佢哋嘅回憶。所以看個題目呢，你就知我入手嘅角度啊，希望帶現代嘅讀者進入去聖經世界裏邊。好多弟兄姊妹話俾我聽咧，好難啊，我唔識點樣喐自己嗰個 perspective 啊，嗰個睇事物嗰個角度啊，永遠都係從自己個應用去開始嘅，因為大家都俾人教壞咗嘛。咁你已經有個先入為主嘅觀念，咁所以咧我就用咗呢幾點咧，就嘗試帶大家咧走翻落去作者嗰個角度去睇翻作者所講嘅嘢，到底作者個思維係點咧？我哋嘗試去理解一下。嗱，咁按住呢幾點咁去做咧，就會係一步一步咁行近作者個思維嘅。嗱，第一當然係作者個背景啦，要明白係邊個寫呢封信啦。當然有啲書信係冇辦法定嘅，不過咧，而家我哋呢封就好肯定就係保羅所寫啦。咁佢嘅做邊行㗎？佢嘅職業生涯啦，佢嘅時代背景啦，佢嘅個人經歷啦，因為呢啲咧係一定會影響佢睇事物嘅觀點嘅。嗱，另外一樣咧就收信人是誰？收信人同埋寫信嘅人個關係係點嘅咧？因為呢個關係咧就會斷定咗作者去講呢番話嗰個語氣同埋內容啦。跟住寫信嘅目的咯。嗱，你知道以前寫信咧就唔係今天咁容易啊，好似着咗部電腦就可以 send 電郵啊，可以 send message 啊。以前咧係勞師動眾，甚至乎有時要揾寫信佬去寫嘅，仲要揾人特別去將封信派到去收信人嗰度。所以我哋必須要判斷呢封信咧到底為乜嘢要寫，作者點解要寫呢封信呢？而作者到底係想喺讀者身上做啲乜嘢咧？改變佢哋嘅觀點，教導佢哋，或者係訓斥佢哋咧？跟住我哋亦都會分析語言同埋語調嘅。嗱，文字係用嚟傳遞思想嘅一個媒介，會唔會有文化嘅差異咧？保羅係一個希伯來人中的希伯來人，到底佢嘅思維係咪好似希臘化咗嘅思維呢？如果收信嘅人有外邦人，亦都有猶太人嘅話，佢哋會點樣明白保羅所講嘅嘢呢？嗱，所以查考下作者所用嘅詞語啦，即係佢嘅措辭啦，以確定佢對主題嘅態度。到底佢係喺度諷刺緊啦，好熱誠咁同讀者講緊嘢啊，淨係好客觀咁，或者心情裏邊好沉重呢？呢啲我哋都會睇㗎。另外一個咧就確定咗主題啦，頭先我哋去探討啦，而家要確定，留意一啲成封信裏邊不斷重複嘅一啲觀點。咁呢啲觀點當然就係重要，所以先重複啦。而呢啲重複嘅好大機會咧，就係作者想講嘅主題㗎啦。然之後去到最後咧，就係初步建立作者嘅思維結構。咁即係你睇晒成封信嘅時候咧，見到佢個思想個脈絡咧，係由一樣嘢講到另外一樣嘢。點解會講呢一啲咧？咁所以我哋會留意到咧，有時間嘅次序啦，有因果嘅關係啦，就好少咧係隨心而發嘅。嗱，就唔係話每次讀一封信咧，呢六樣嘢都要全部出晒嚟，而係按部就班。你最初咧一定要做啲基本嘅功夫，去明白作者啦，明白讀者啦，然後去揾下呢一本書有嘅主題到底係想講乜嘢。呢啲好基本我哋要做嘅嘢。所以今堂咧，我希望唔會太長嘅，咁只係同大家去睇咗作者同埋讀者之間嘅關係，一切係由邊度開始嘅咧？嗱，先認識下作者先。保羅當然係基督教裏邊非常重要嘅一個人物啦。有多重要咧？嗱，我哋只需要去翻佢嘅年代之前，大概係保羅嘅世界之前咧300多年嘅時候咧，咁就有一位好厲害嘅人物叫做亞歷山大大帝啦。佢就係嚟自馬其頓啦。咁馬其頓嗰度咧，佢個城市就係 Pella。喺嗰度咧，佢就開始將希臘嘅文化、希臘嘅語言咧，一路咁樣隨住佢嘅軍隊咧，一路咁樣向東移，就呢個就鋪好個路咧，讓之後咧就羅馬帝國咧就係咁樣建立啦。呢個亦都係新約嘅背景。保羅嘅時候咧，亦都喺呢一個嘅狀態底下。而保羅做咗啲咩咧？保羅
佢一個人冇軍隊，乜嘢都冇喎，但係咧佢將主耶穌嘅教導咧，由最初咧喺耶路撒冷一路上到去上邊喺安提阿，然之後咧一路向西移，結果咧就係行遍咗整個亞洲同埋歐洲嘅，咁係非常犀利一個人物。而佢個方向咧就係同亞歷山大大帝啱啱好相反嘅。亞歷山大大帝由西向東，而保羅咧由東向翻西，咁所以保羅嘅影響力咧係不容輕看嘅。好啦，再認識多啲保羅啦。保羅咧佢係雙重國籍嘅，大家知唔知㗎？咁當然啦，你話關咩事啫？佢寫信就寫信啦。今次呢個故事我哋睇嘅喺《使徒行傳》嘅故事咧就關事㗎，而且咧你睇下佢點樣用佢呢個雙重國籍嘅身份。嗱，喺《使徒行傳》21章39節，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呢個無名小城就係講緊羅馬。求你准我對百姓說話，即係話佢係羅馬公民咁解。而今天咧，我哋睇保羅咧，亦都會有兩派去睇嘅。有啲咧就會看保羅係一個完全希臘思想，因為佢係向外邦人，但係佢個心咧係非常猶太，而且咧佢去到無論邊個城市都係先揾自己嘅人噶嘛，佢係非常非常想咧去帶翻佢自己嘅同胞咧去認識耶穌嘅。咁所以就算佢係外邦人嘅保羅咧，佢個思想咧依然係非常猶太嘅。而另外一個當然會看佢為一個猶太拉比啦，或者係使徒中的其中一位啦。咁而家眼見嘅呢兩幅圖咧就正好一個對比啦。咁喺右手邊呢一個咧就喺今日嘅以弗所山上一個嘅山洞裏邊，大概嚟自5世紀嘅壁畫，而另外嗰個咧就喺梵蒂岡裏邊一條橋上面嘅雕塑嚟嘅。咁所以兩個咧係非常不同嘅保羅，一個咧喺梵蒂岡嗰個咧成個希臘哲學家咁啦，而另外呢邊呢個咧就其貌不揚。相信喺右邊呢個咧就更加貼近保羅當年係一個猶太老師嘅樣貌。嗱，作為羅馬公民有乜嘢好處咧？羅馬公民咧就非常厲害嘅。喺當年咧，因為羅馬帝國咧就係一個非常強勁嘅國啦，而且喺當時咧係仲依然擴展緊嘅。咁所以裏邊包括嘅權益咧係好多嘅，而且按住唔同嘅時間咧，呢啲權益咧都會改變嘅。能夠得到呢個羅馬嘅國籍咧係非常寶貴嘅一樣嘢嚟嘅。咁而家你眼見嘅呢一個文物咧，就係今日喺大英博物館係喺銅片上面刻咗呢啲字咧。呢啲字咧原來就係俾嗰啲兵咧，佢服完兵役之後咧就賞賜佢咧能夠成為羅馬嘅公民。咁作為羅馬公民咧嘅權益咧就喺中間嗰度咧有成10樣嘢咧，你可以見到，又可以投票權啊，有法律保護啊，又可以得到即係喺審判之先咧，未判罪之先咧就唔可以判刑啊等等，咁全部都係包喺呢一個羅馬公民嘅權裏邊嘅。嗱，咁收信人又係咩人咧？同埋作者之間嘅關係又點咧？嗱，從呢封信開始嘅時候，你會見到嘅1章5節腓立比書，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嗱，似乎喺腓立比嗰度開始有呢一個跟隨耶穌嘅信仰群體咧，保羅咧係有份參與喎，所以從頭開始佢已經認識呢個群體啦。然之後去到1章7節咧，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嘅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裏，常在我心裏。講到個心咧，喺呢一度咧就會解，即係話作者會看讀者係非常寶貝啊，咁常常擺喺自己個心裏邊。嗱，咁就係我哋初步咧嘗試探索保羅嘅作為作者嘅思維。嗱，所以我哋餘下嘅篇幅咧，我哋會繼續去探討保羅同埋腓立比信仰群體個關係啦。保羅點樣參與呢個信仰群體嘅開始啦？保羅看呢個信仰群體如寶貝，點解會咁咧？到底呢封信裏邊提到嘅保羅初與信仰群體嘅回憶又係點嘅咧？嗱，所以事緣咧，我哋要去翻《使徒行傳》第16章㗎。當時咧係公元49至50年，主耶穌升天之後大概20年之內嘅事啦。而我哋咧就追翻成個保羅嘅傳道嘅旅程咧，我哋就發現保羅喺第2次嘅傳道旅程裏邊咧，就係我哋所講嘅馬其頓呼聲啦，就係咁樣去咗腓立比呢個地方嘅。嗱，咁我哋從第6節開始睇下，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亞細亞就係 Asia
亞，你見到喺嗰個地圖咧，粉紅色部分咧就係亞細亞，今天咧就係 Anatolia 安納托利亞啦，就係今日嘅土耳其。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咁係 Phrygian 啦，咁啊弗呂家一個區嚟嘅，然後加拉太一個區嚟嘅，一帶地方。到了梅西亞嘅邊界，梅西亞邊界你可以見翻嗰幅圖咧，紫色嗰條線咧，大概去到喺北邊嗰個海沿路嗰度咧，就係呢一個梅西亞嘅個區嚟噶。咁而去到梅西亞之後咧，佢哋就想往比推尼，比推尼咧就喺北邊啦。咁即係進入去淺綠色嗰個範圍。咁喺呢度咧，耶穌嘅靈咧卻不容許。咁即係咧，唔知道佢哋點樣知道，但係佢哋就係收到呢一個嘅指示，就唔好北上。咁唔好北上點咧，就越過咗梅西亞啦，離開呢區啦，就去到一個城市叫做特羅亞。咁特羅亞今天咧依然有些微嘅古蹟喺嗰度嘅，咁依然係一個海邊嘅城市。喺嗰幅圖裏邊咧，你就見到咧，大概喺呢一個位啦，特羅亞就喺呢度啦，所以準備咧就出海嘅。嗱，喺呢度咧就係16章第9節啦。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喺夜間嘅異象咧，通常叫異夢嘅，但係呢度譯做異象，我哋 keep 翻呢個異象啦。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嗱，呢一度我哋就咁讀咧，有一個馬其頓人咧，有一個馬其頓人，咁好似好 generic， 或者任何一個，或者甚至乎呢個人咧本身有個代表性，就代表晒所有馬其頓嗰邊嘅人咁樣。但係喺呢一度咧，希臘文咧就係特登加咗個 certain， 即係有某個馬其頓人。嗱，咁你會問啲問題就係，到底呢一個馬其頓人係邊個咧？保羅到底識唔識佢嘅？知唔知道佢係邊個咧？咁呢個馬其頓人會唔會有代表性嘅咧？咁如果叫保羅過去幫忙嘅話，呢度叫保羅一個過去幫忙話請你個單數嘅喎。咁保羅當時有個團隊噶嘛，係咪？咁啊唔關個團隊事喎。咁沒有揾到團隊喎。團隊咧跟住保羅嘅異象咧，就看呢個為神嘅帶領。呢度就係第10節啦，睇埋啦。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呢個我們咧，即係話可能路加裏邊啦，然後跟住有好似西拉係咪？咁所以咧就係至少有3個咧，就係一個團隊咁樣就一齊行。嗱，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咁收到呢個異夢咧，咁啊即刻咧就要起行，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嗱，你見到呢個以為呢個字咧，其實就係 come together 啊，喺 Greek 裏邊咧係有明白嗰個意思啊，即係佢話佢哋係咁樣去明，係講緊成個團隊去明個異夢係俾保羅一個。異夢裏邊嘅內容都係話保羅一個去幫忙，然後呢個團隊咧就自動演繹，就演繹咧呢一個馬其頓人咧就係代表晒馬其頓嗰邊所有嘅人，所以咧作者咧就特登去咁樣寫咧，就係話緊俾我哋聽咧，即係話個團隊喺呢度嘅初步嘅演繹咧未必係正確嘅喎。嗱，所以異象咧係俾保羅。嗱，到底呢個異象係咩意思咧？而家咧就係成個團隊一齊去演繹集埋一齊嘅成果。好啦，第11節，於是從特羅亞開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2天到了尼亞波尼，尼亞波尼啊 Nicopolis 啊。咁今天咧就係好靚嘅一個城市啦。你見到喺左邊呢一幅相咧就係啦，今日 Kavanna。咁就喺呢度咧，保羅曾經喺呢度上船啊，即係話咧佢哋咧就喺呢一度開船啦，特羅亞呢度開船啦，一路到撒摩特拉啦，喺中間呢個撒摩特拉啦，然之後就過到去對面嗰個嘅土地嗰度啦，嗰度第一個城市咧，港口城市就喺呢一邊啦，尼亞波尼，咁就係 Kavanna。咁又喺呢一邊咧就係腓立比咯。於是乎咧，尼亞波尼咧再上少少咧就係腓立比噶啦。從那裡來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駐防城。我們在這裡住了幾天，咁所以你從呢個地圖咧就見到佢哋個行程啦。好啦，咁啊到咗安息日度發生咩事咧？第13節，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裡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嘅婦女講道。好得意喎！呢度全部聚會嘅都係婦女喎。就算呢度講明啊嘛，就算有男都唔係同佢哋講嘅，即係淨係對女嘅講。咁點解咁得意咧？而保羅嗰個異夢咧係講緊一個馬其頓人 certain man 某一個人，有一個賣紫色布匹嘅婦人名叫呂底亞。
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來敬拜神。敬拜呢個字即係尊主為大 ，honour 上帝。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咁啊 suppose 係佢留心聽，即係佢聽得明啦。如果唔係就冇辦法留心啦，係咪？咁亦即係話咧，呢一個係主嘅工作，主開咗佢個內心，讓佢能夠明白保羅所講嘅嘢。咁然後第15節，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裏來住，就於是強留我們。嗱，強留我們咧，即係話連作者都覺得有點被逼咁樣留喺佢嗰度啦。強留呢個字咧喺希臘文裏面非常負面嘅，可以解做咧使用違背自然和權利嘅武力。咁即係夾硬嚟啦，使用武力強迫或者懇求約束某人。咁點解用到咁負面呢個字眼咧？嗱，如果係呢個呂底亞啊初受洗喎，初受洗嘅話咧，佢去款待幫佢受浸嘅人啊嘛，有乜理由要拒絕佢咧？係咪啊？咁一定要係佢幼嫩啊嘛，扶持佢啦，咁鼓勵佢啦，越多時間同佢一齊就越好啦，係咪？但係點解用到強留呢個字咧？咁所以呢度咧有點奇怪㗎，你就要離開你自己嘅角度先至諗得通呢件事。即係話作者呢個而家係《使徒行傳》啦，作者就會係路加。路加到底想講乜嘢咧？即係話佢知道咧有啲嘢唔係好 match 嘅，有啲嘢唔係好對嘅。嗱，咁我哋 follow 呢一個睇下嗰個思維會係點啊？呂底亞咧就聽得懂保羅所講嘅話係主開佢個心嘅，而主開佢個心咧，因為佢素來都尊主為大。咁但係路加咧用一個非常負面嘅動詞嚟到描述佢喎。既然佢經歷到主，點解仲要用個咁負面嘅字嚟描述佢嘅咧？從《使徒行傳》嘅角度咧，呢個代表住乜嘢咧？即係代表住路加都知道咧，未係啊！而家揾到呢一班嘅婦女啦，包括埋呢個呂底亞，然後呂底亞非常熱心，希望去接待呢一班嘅客女，但係仲未係㗎，即係佢哋個任務未完成㗎，依然要揾到呢一個喺馬其頓呼聲呢個異象裏邊嗰個某個馬其頓人。咁所以咧，佢哋就唔應該 settle，唔應該停留喺嗰個地方，應該快啲繼續上路揾嗰班人。但係然而咧，呢一個呂底亞咧就非常非常嘅熱心，咁就夾硬咧都要佢哋留下落嚟，大概就係咁樣嘅意思啦。今天咧你到希臘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有呢一個地方喺腓立比附近啦，咁就會有呢一個地方咧，按傳統就係呂底亞受洗嘅，有間教堂喺度紀念呢件事，有嗰條河喺度啦，咁亦都有客女啦喺嗰度，希望喺嗰度受浸嘅。好啦，去到第16節，後來我們從那禱告嘅地方去，有一個使女迎着面來。嗱，即係話咧，過咗安息日之後咧，後嚟咧佢繼續。嗰個團隊，保羅嗰班團隊咧，繼續去那禱告嘅地方去喎，因為佢哋喺嗰度遇咗呂底亞啊嘛，咁知道嗰度會有啲認識耶和華神嘅人聚集，於是乎繼續去嗰個地方啦。今次咧就遇到另外一個都係女喎，係個使女迎着面來，她被魔鬼所附，用法術叫她主人得大財利。嗱，呢個大財利咧就係從自己嘅業務或者活動中得到獲利賺錢或者利益，咁即係話有班人控制住呢個使女，呢個使女身上就被鬼附，咁即係話雙重受到控制，嗰個鬼就控制住呢個女子，而成班人咧控制住個鬼加埋女子，咁然之後咧就利用呢一切咧就嚟到去得到利益。咁得到咩利益咧？會唔會係好似Oracle 啊？喺以前希臘世界裏面 Oracle 啲神諭咁樣咧？即係話呢個女子可能宣稱可能知道一啲將來會發生嘅事啊，或者講到一啲人心裏面諗緊嘅嘢啊等等，咁有咁嘅可能。但係 anyways，佢就係賺緊大錢啦。第17節，他跟隨保羅和我們喊着說：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嘅道。嗱，咁好正確喎，係咪？咁即係。保羅一等人，的確係至高神嘅僕人啦，係咪？咁就傳緊係救人嘅道啊，亦都係正確喎。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咁一連幾日咁嘈咧，然之後搞到保羅都煩，轉身就趕那鬼啊！轉身對那鬼説：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
嗱，咁保羅點解要趕呢個鬼啊？因為怕煩喎。咁你點解怕煩就會趕呢個鬼？唔係應該一早就趕呢個鬼咩？係咪？陣間我哋去睇下。侍女嘅主人見得利嘅指望，即係冇晒盼望，冇咗賺錢嘅盼望，沒有了，便抽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咁今次就大件事啦！你即係損毀咗人哋嗰個財路咧，咁於是乎咧就要付上一個代價啦。嗱，而家我哋就咁樣思考呢一段嚇，一個被鬼附嘅侍女，佢行法術，使佢嘅主人大得財利。咁即係話呢一啲咧就唔係嚟自人間嘅嘢，嚟自污鬼嗰邊嘅一啲嘅邪術嚟㗎。這侍女所說嘅話有錯嗎？有冇錯咧？這些人是至高神嘅僕人，對你們傳説救人嘅道，咁係冇錯㗎喎。咁冇錯又點解要趕嗰個鬼咧？佢咁因為保羅嫌佢煩啊嘛，係咪啊？咁唔係敵人去幫你宣傳係更加好啊嘛？明明憎到你死嗰個咧，就去不斷咁推你啲片啊，係咪咁啊 like 你啲片啊咁唔係好事咩？係咪更加有效啦？係咪？但係唔係喎，而家就係保羅嫌佢煩喎，但係又咁，你記得嗰個異夢裏邊講咩？去嚟幫助我們嘛，就保羅加埋個團隊過嚟咧，要幫人噶嘛。咁而家呢個侍女咧，唔係好應當俾佢幫咩？咁點解嗰幾日任得佢喺度嗌，大家都知道佢被鬼附，又保羅又唔幫佢咧？要去到咧厭啦，即係煩厭啦，咁先至去趕咗個鬼咧？咁咪好奇怪嘅做法咯。保羅因心中厭煩就趕了呢個侍女嘅鬼，結果換來大麻煩。呢個係主嘅心意嗎？跟住落嚟就睇下呢個大麻煩啦。咁如果佢跟隨主嘅心意，會唔會搞到一身蟻嘅咧？好啦，佢哋喺腓立比咧，今天咧腓立比就係一個國家公園啦，就係希臘嗰邊咧，佢哋去管理嘅。咁喺嗰度嘅考古工作咧，就將一個古城咧就攞翻出嚟，咁就係非常厲害嘅。咁你去到嘅話咧，又會先見到一個劇院啦，跟住咧就會有博物館啦，然後咧就有成個嘅古城啦 Agora 嗰個市集啦，咁就係好 impressive 嘅一個地方嚟啦。咁當然啦，最重要嗰個位咧就會係保羅嗰個監獄啦，陣間我哋先睇下。嗱，睇下佢保羅搞到大麻煩會係咩嘢咧？第20節，又帶到長官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嗱，呢度你見到好快件事咧就升華，本來係失利財嘅一件事啦，你借用污鬼嘅能力嚟到賺錢，而家咧保羅一班人咧就斷咗你條財路，咁結果呢件事咧就當然唔係話俾人聽咧，我哋條財路斷咗啦，而係咧將成件事升級咧，變成一個種族問題，咁就係猶太人傳緊猶太人嘅嘢，咁係我哋呢班羅馬人咧係唔可以行嘅規矩嚟㗎，咁即係話成個升華咧就變咗一個種族嘅問題，好容易嘅日常生活都會嘅。你講下就話係啦，嗰啲咩中國人啦，嗰啲香港嚟嗰啲啦咁你即刻變咗成個種族問題出嚟。本來係一個好個別發生嘅個案，就會升級咗，一升級去咗種族問題，就帶咗好多情緒。嗰個情緒咧係遠遠大過晒你一個個別事件會引申嘅一啲情緒，所以係非常非常危險同嚴重嘅。咁所以果然喺呢度咧引申出咧好大好大嘅民族情緒出嚟。第22節，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就因為俾佢咁嘅民族嘅意識嘅説話咧，就挑起咗啦，就好嬲啦，係咪？跟住長官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嗱，咁點樣打嘅咧？而家咧我就借用喺哥林多考古裏邊揾到呢條柱，咁就係擺喺一個高台前嘅，犯人咧就會雙手咧就要攬住呢條柱，然之後就綁住隻手，跟住背脊咧就俾人用鞭去鞭打嘅。咁跟住咧就話佢哋帶住木狗啊，木狗係咩嚟嘅咧？就係下邊幅圖嗰個啲腳鐐啊，即係一嚿木咁樣咧就鎖住隻腳，係絕對冇辦法行唔喐噶啦。嗱，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謹看守。禁卒領了這個命，就把他們下在監裏，兩腳上了木
久，嗱基本上係冇辦法逃脫㗎啦。而家就困在監裏。嗱，我哋可以點樣思考呢一段嘅經文呢？失了財利嘅主人把事情升級成為種族嘅問題。從保羅嘅角度，保羅聽到啲咩？記得佢係雙重國籍嘛？乜嘢係猶太人所傳嘅嘢？羅馬人不可受亦都不可行嘅規矩啊！佢就係呢個身份，佢既係猶太人，同時佢亦都係羅馬人，佢有羅馬公民嘅身份，點解唔可以接受？點解唔可以行嘅規矩啊？從保羅自己嘅角度咧，佢完全睇得出嗰班人係做緊啲乜嘢啊，非常奸狡啊！遇到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即係話對方將你原本單獨個別嘅問題一路升級到咧，話完全撩起咗好多人嘅情緒咧，咁當然係非常非常憤怒啦。但係保羅而家咧就而家俾人困咗喺監裏邊咯。嗱，為何保羅喺呢個時候唔宣稱自己嘅公民身份咧？喺呢度大嗌一聲佢自己係羅馬公民，咁就已經解圍啦，係咪啊？更加上咧，而家係唔需要俾人打啦，因為未審啊嘛，都未定罪，點可以有呢個刑罰咧？更加唔會困喺監裏邊咧。其實佢而家咧就可以出聲，就即刻可以甩身噶咯。但點解佢唔咁做咧？去翻腓立比嘅古城裏邊咧，我哋有一個位咧，按住傳統啦，咁就係保羅嘅監獄。但係唔係監獄咧？應該就唔係嘅。不過就冇其他地方你去紀念呢件事，咁啊暫時咧就接受住呢個啦。咁啊行入都去睇咧，嗰度寫住咧保羅困過保羅嘅監獄啦。咁然之後咧裏邊咧就係咁樣一個山洞嚟嘅，個地勢都有啲似嘅，因為係行落去嘅。咁嗱，睇下跟住發生咩事咯。25節，約到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嗱，如果俾人屈好痛苦，跟住又俾人打到周身傷，但係佢依然可以禱告同埋讚美神喎。眾囚犯也側耳聽，咁到底會唔會側耳聽嘅時候咧，就會有啲人因此而認識上帝咧？咁嗱，呢啲都唔係奇特嘅事啊，更加奇特咧就喺呢度。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嘅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嗱，好得意喎，又唔會震冧嗰啲山洞啊，唔會話啲落嚟砸傷人啦，係震咧震得好 specific， 就係嗰啲監門咧就全開，唔係話震咗80%，唔係震晒全部開。眾囚犯嘅鎖鏈也都鬆落嚟，即係嗰啲木狗咧有鎖鏈鎖住咧，全部都震甩晒喎。係點樣咁 specific 去嘅地震可以震甩啲門、震開啲門同埋震甩嗰啲鎖鏈咧？咁就係非常奇怪一件事啦。正常人會點樣演繹咧？正常人呢個演繹，哇！呢個感謝主啊！天有眼啊！呢啲全部係不義嘅事啦，終於咧就可以解圍，嗱聲就去走啦，係咪仲理啲乜嘢啊？嗱，走咗就大鑊啦！嗰個禁卒咧就負上呢一個使命嘅時候咧，佢就要承擔一切嘅效果啦。嗱，睇下發生咩事咯。27節，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即係話同保羅一齊團隊一齊嘅嗰啲其他嘅囚友咧，都會因為監門打開咧，但係因為咧保羅叫佢哋咧就唔好走咧，佢哋都唔走喎。即係呢個係非常奇特嘅事啊！保羅自己唔走就唔算奇特，保羅個團隊都唔走都唔算奇特，連一齊坐監嘅全部都唔走，咁呢個係非常非常奇特。咁就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嗱，如果頭先嗰個監獄係啱咧，就落去下邊個監獄啊，跳咗入去啦。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兩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呢？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嗱，我哋可以點樣思考呢一段聖經呢？我哋就睇到喺監牢裏邊唱詩歌讚美神之後，有地震開監門同埋鎖鏈。嗱，呢個仲唔係嚟自上帝嘅神蹟，係咪啊？肯定係嚟自上帝嘅神蹟啦。點解保羅唔會演繹為神嘅作為，叫佢哋離開呢？嗱，有其他嘅情況就係彼得坐監嘅時候，又係地震震開晒，咁啊彼得就走噶咯。但係今次咧又係震開咗監門咧，連鎖鏈都甩埋啦。但係保羅就唔走，仲要勸埋其他犯都唔走，係非常奇特嘅一個做法。得救係咩意思咧？呢個禁卒唔係已經得救咧？保羅唔走，其他嘅監犯都唔走，咪已經救咗佢一命咯。如果佢失職嘅話，就以死嚟到去賠罪嘅。咁而家咧佢哋冇走咧，咁啊冇失職喎，係咪？咁所以咧佢唔需要賠罪，唔係已經得救啦咩？咁即係呢個禁卒係諗緊啲乜嘢咧？禁卒係會見得到佢經歷緊
一啲係超越佢難以理解、難以想像嘅事。點解嗰啲犯人會唔走嘅呢？點解地震咁震開晒啲監門嘅，然後佢哋會留低嘅？仲會話俾我聽呢，唔好傷害自己啊！我哋大家都喺度，點解呢啲人會咁關心我呢？我係嗰個韞佢哋喺呢度負責看守住佢嘅人，應該視我為敵人㗎。但係點解都會咁樣去為我嘅呢？於是乎佢好戰兢地俯伏喺保羅同西拉面前咯，然後就問點樣才可以得救，即係話佢知道佢做咗嘅事咧係錯嘅，唔係單單得救咧就而家唔需要死啊，而係咧佢知道佢做錯咗嘅事，佢點樣可以做翻正確咧？佢點樣可以喺人生裏面行翻條正確嘅路咧？佢而家就問緊保羅，咁所以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得救。呢個咧就係好多人用咗嚟做金句啦。咁但係喺呢度個場景咧就係呢個禁卒同佢一家咧都能夠行翻喺一條正確嘅路上邊，於是乎向佢傳道咧，即係教緊佢咧。如果你要認識耶穌，你相信耶穌嘅教導，你從此就要咁樣生活，你要咁樣做人，你個心裏邊就要尊耶穌為大。好，繼續咯，33節。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咁即係話佢成家咧都受了洗啦。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就給他們擺上飯。嗱，今次咧就唔同呂底亞，就唔需要咁樣強留佢哋。咁今次咧就保羅同西拉好樂意去佢屋企啦。咁然之後咧仲有飯食啦。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即係話咧喺呂底亞嗰度咧就係嗰度有人受洗啦，而家喺呢一個禁卒呢度咧亦都係佢哋都受洗噶。到了天亮，長官打發差役來說釋放那兩個人吧。禁卒就把這話告訴保羅說，長官打發人來叫釋放你們，如今可以出監，平平安安的去吧。咁當然係好消息啦，而家可以出監，但係保羅咧卻唔出喎，咁就非常奇怪，成日都唔肯出監嘅。37節，保羅卻說，我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眾人面前打了我們，又把我們下在監裏，現在要私下攆我們出去嗎？這是不行的，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吧。哇，咁點解保羅會咁做呢？所以嗱，我哋點樣思考呢一段呢？就係咁。為什麼保羅總是唔肯出監嘅呢？保羅為什麼到而家先表明自己係羅馬公民嘅身份呢？而家保羅幫助了那個異象中的馬其頓人未啊？咁似乎異象中嗰個馬其頓人就會係呢一個家庭，而呢個家庭咧就係佢個代表就係嗰個禁卒啦。而禁卒背後當然有妻兒子女啦，同埋其他屬於佢哋嘅人啦。咁所以係過來這邊幫助我們啊嘛。咁所以而家咧佢就知道係呢個馬其頓某個嘅男人咯。咁啊，到底幫緊佢啲乜嘢咧？唔係單單幫佢認識耶穌啊。而家保羅咧就係唔肯講自己公民身份，咁就硬食咗好多好冤枉、好慘痛嘅事。然之後咧，而家到底佢幫咗啲咩咧？我哋睇埋最後嗰幾節啦。38節，差役把這話回稟長官，長官聽見他們是羅馬人，就害怕了，於是來勸他們，領他們出來，請他們離開那城。二人出了監，往呂底亞家裏去，見了弟兄們，勸慰他們一番就走了。今次又翻返去呂底亞度，今次唔使強留啦，係咪？咁呢個弟兄們咧就唔係話呂底亞嗰邊原來有男嘅，呢個弟兄們呢個字咧係的確係男性嘅，講緊兄弟嘅。咁但係亦都喺基督教裏邊咧就係講緊 brethren 啊，brethren 就唔一定係講男性嘅，係只係同樣都係大家屬於耶穌嘅人，咁就叫 brethren。咁所以喺嗰邊咧就已經有一班屬於耶穌嘅人喺度啦。嗱，保羅到底做咗啲乜嘢咧？嗱，當時保羅所傳嘅係被好容易咧，俾當地人咧就看為猶太人嘅規矩啊，所以外邦人咧係唔可以接受，亦都唔可以遵行嘅。咁即係一班猶太人嚟傳緊呢啲規矩啊嘛，咁所以佢哋有個不利嘅一個情況，就係啲人一用咗種族嚟到去 label 呢件事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拒絕去聽保羅所傳噶啦。
新成立嘅信仰群體好容易被標籤為種族問題咧而被熄滅啊！咁而家咧長官咧就吩咐人打保羅啊嘛，而且收下監啊嘛，跟住咧，然之後想放佢哋嘅時候，先至講自己係羅馬公民，即係話呢個長官知道今次做錯事啦嘛，個長官變咗就欠咗保羅同佢嘅同行嘅人咯，咁即係亦都可以話咧，而家保羅揸住呢個長官嘅痛腳。咁就係佢痛腳喺保羅嘅手上面啦。保羅而家做咗啲咩咧？佢點樣幫呢個異象裏邊嘅呢個馬其頓人咧？個幫忙啊嘛，係咪？咁點樣幫咧？原來咧佢個幫忙就係用佢自己肉身同埋心靈所受嘅痛苦嚟到去幫助呢個初成型嘅信仰群體有一個安全嘅成長環境啊！就唔會佢走咗之後咧，就一夜俾人彌補成為種族嘅問題咧，就將佢完全撲熄。而保羅就係利用咗自己係羅馬公民嘅身份，但係佢利用咧係嗰個負面對佢自己負面嘅利用，係願意去受好多嘅痛苦，就唔係話用咗呢個公民身份嚟到避苦，反而咧就係去受苦，心靈上嘅痛苦同埋肉身上嘅痛苦，為要去幫助呢個信仰群體咧，能夠有一個安全環境嚟到成長。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彌補為種族問題，然後熄滅佢哋。保羅做咗啲乜嘢？好厲害嘅嘢嚟㗎！嗱，你話當你明白到保羅原來做咗呢啲嘢嘅時候，佢似邊個？邊個係用緊自己心靈上嘅痛苦同埋肉身所受嘅痛苦嚟為到人去成就一個救恩，而呢個救恩仲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安全嘅環境嚟到去成長，就唔會因此而熄滅咧。咁當然嗰個就係主耶穌啦，即係話保羅而家咧佢做咗嘅嘢喺腓立比呢度所開始咗展開咗嘅事工咧，原來佢就係一個好似主耶穌嘅心腸嘅。嗱，咁保羅會點樣對讀者咧？讀者又點樣睇保羅咧？我哋去翻腓立比書第一章3到7節，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嗱，呢個大概保羅寫呢封信咧，就係7至8年之後，咁就回想翻咧，就每次諗起你哋咧，我都非常感謝神。而感謝神咧，就係佢監嗰度已經做緊啦。咁感謝神咧，就有呢個福分能夠去為呢班人受苦，好似耶穌咁樣。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為一諗起咧，保羅裏邊有呢份嘅喜樂啊，因為係咁難得個機會喺對面嗰邊。主俾佢經歷一個負面嘅經歷，就係禁止佢哋向北邊行，但係就俾佢一個正面嘅經歷，就要佢過去馬其頓呢邊。而過到馬其頓呢邊嘅時候，個異夢係咁 specific，就係要指明你揾到嗰個人，就係要去幫助佢嘅。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即係話佢哋。大家咧經歷呂底亞啦，同埋呢一個嘅禁卒嘅家人啦，即係話喺頭先我哋讀第16章《使徒行傳》裏邊受洗嘅嗰兩班人咧，咁就會係保羅從頭一天去認識嘅嗰班人喎，就好可能係呢封信裏邊講到嗰啲長老啊、執事啊，就會係呢一班人啦。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功的，咁當然就係講緊主耶穌啦，必成全這功，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即係話。就算而家保羅唔喺佢哋當中咧，主依然好愛佢哋，好關心佢哋，繼續有佢嘅工作喺呢一個群體裏邊嘅。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嘅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困鎖之中，是辨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即係話我哋大家都喺主耶穌嘅恩典裏邊，我哋本都係不配嘅，但係而家咧，我能夠藉住肉身上、心靈上受一點嘅苦，能夠造就到一個信仰群體，能夠繼續嘅話，呢個係我哋嘅福分，係我哋喺主耶穌裏邊得到嘅恩典。所以呢一班人咧喺腓立比嘅呢個信仰群咧，常喺保羅嘅內心裏邊，即係話佢哋個關係係非常近嘅，大家之間係彼此掛念大家嘅。而家保羅寫呢封信嘅時候，一開始咧就挑翻起呢一個佢哋初遇嘅回憶，因為保羅有好重要嘅信息要話俾佢哋聽啦。咁所以我哋下一堂咧先至開始睇保羅俾腓立比呢一個群體嘅信息到底係啲乜嘢。嗱，我哋喺今堂咧可以明白到保羅多一啲嘅。保羅到底係一個點嘅人咧？嗱，我哋睇下呢幾點啊，都會喺我哋頭先睇嘅呢段經文啦，喺《使徒行傳》裏邊第16章個故事啦，你會見到保羅到底係一個點嘅人。首先第一樣，
保羅唔係一個正常人嚟嘅，正常人就會接受呂底亞俾佢嘅款待啦，係咪啊？正常人就會一早就將個污鬼趕出嚟啦，正常人就會見到地震就嗱嗱聲走啦，係咪啊？保羅唔正常㗎。保羅係完全投入喺主耶穌俾佢嘅使命，喺嗰個異夢裏邊咧，佢自己見過嗰個馬其頓人，佢知道呢個馬其頓人叫緊保羅去幫忙嘅，佢就一路等緊呢個馬其頓人出現，即係話主耶穌同佢講過嘅説話，佢係一定要捉到實，一定要見到呢啲話成真為止嘅。咁所以佢係非常專注喺主俾佢呢個使命裏邊，而保羅看佢自己受苦咧，心靈上同埋肉身上嘅苦咧，係佢侍奉嘅一部分，即係呢個包咗喺裏邊噶啦。為到主嘅名，他要受許多的苦啊嘛，記得嘛？所以受苦咧係包咗喺裏邊嘅，來自上主嘅帶領係包括會受身體和心靈嘅痛苦。咁所以我哋要今天要改啊，係今日咧，我聽到越嚟越多基督徒咧，就係行翻晒去自我為中心嘅方向，咁就係為到自己嘅利益啊、權利啊，咁就嚟到打算啊。如果要被主使用嘅話咧，為主去受苦，俾人去屈咧，而係冇聲可以出咧，好似保羅今次咁咧，而且仲等候緊話睇下有啲乜嘢點樣可以主會使用到佢嘅受苦咧，嚟到去幫助到嗰度嘅人，即係佢對呢一個呼召滿有期待，而能夠為到服侍主而受苦咧，呢個就係佢一個嘅兵器嚟嘅。咁所以保羅係一個咁嘅人，佢而家寫咗封信俾腓立比嘅信仰群體。嗱，由下一堂開始，我哋就睇下呢封信，保羅到底向腓立比呢個信仰群體講啲乜嘢。咁所以今次嚟到呢度啦，就係第一課與保羅初遇嘅回憶。咁請大家繼續禱告紀念啦，希望繼續可以拍片啦，繼續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咁如果大家覺得幫助到你嘅咧，請 like 我呢個 channel 啦，咁亦都 share 俾其他人啦，下邊留言啦，咁就多謝晒大家。